1959年，随着中共对西藏的全面占领，达赖喇嘛尊者被迫带着8万多藏人流亡印度等国，一晃60年。境内藏人面对中国殖民统治，一直未失去信念与勇气，而尊者与流亡藏人也持续在世界各地为境内同胞发声，并努力尝试透过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60年间，双方有过怎样的接触？接触的中断是谁之过？本台特别邀请到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华文秘书、藏中对话筹备小组成员才佳，来陪大家一起回顾60年藏中接触过程。1959年，这个达赖喇嘛尊者和一批西藏人这个流亡到印度以后，当然当时的这个历史状况我们也清楚，主要的目的可能就是要生存下来，所以呢，当时到了印度以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请求这个印度政府和印度的人民来关心我们的状况，然后呢在印度定居下来。定居下来的目的，我觉得当时达赖喇嘛尊者特别的和这个印度的官方有提出了一些要求。当时的印度的这个总理里赫洛总理特别向达赖喇嘛询问，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帮忙。那达赖喇嘛当时提到，就是说我最需要帮忙的就是流亡在印度的这些藏人的下一代的教育。所以当时印度政府也非常的关心西藏，成立了西藏教育委员会，在印度的教育部里面。所以当时在印度成立了不少的西藏的学校，然后这个西藏的屯垦区陆陆续续建立下来。接下来就是西藏的这个宗教跟文化的保护，就宗教的部分就是很多这个不同教派的这些寺院在印度这个重新的成立起来。那我想当初60年代的初期，可能就是我们在印度的最关键的和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藏民族流亡印度以后的这个生存和藏民族的文化、宗教以及这个语言的保护。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达赖喇嘛尊者也经常提到，我们流亡到印度，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家乡发生了天灾，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不是，是因为政治的一个灾难。也就是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入侵到整个西藏，是逼迫达赖喇嘛及西藏人流亡到印度来，这是一个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变成了政治的这个流亡者。所以呢，当时在政治方面，我们的诉求很清楚。当时有联合国，我记得从1959年到1965年之间，向联合国也提交了大概3次这个关于西藏的问题。我觉得联合国也通过了3次决议，其中一个决议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民族自决。那我觉得当时这个不管是达赖喇嘛尊者，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他们在国际上的一个诉求的一个方向或者是目标，可能就是西藏人的民族自决。当时联合国也通过了。但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到了1974年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他这个根据这个国际的形势，然后中国的这个情况，以及西藏境内外的实际的情况，经过这个深思熟虑以后，提出了一个
想法。那这个我们从资料里面也看得很清楚。1974年的时候，当时以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然后呢，这个西藏流亡这个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西藏流亡的这个议会的议长啊等等这些重要的官员一起聚在一起，经过这个长期的讨论跟思考以后，觉得就是未来这个西藏问题的解决，可能要和北京这个对话、谈判、协商，唯一的路可能就是这个。那如果是对话、协商、谈判的话，那我们如果寻求西藏的完全的独立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能够协商，没有办法能够谈判。所以当时提出了这个不寻求西藏的完全的独立，而寻求一个西藏民族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西藏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的保护跟西藏的真正的一个自治。所以当时提出了这个中间道路的这么一个设想。当然中间道路这个概念呢，应该是在后来1987、88年之后，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讲话跟达赖喇嘛尊者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以后，这个中间道路这么一个概念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是这个中间道路的这个构想其实就是在1974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不寻求西藏独立寻求西藏的真正的一个自治这么一个构想，是1974年就开始这个构想和开始这个讨论当时的这些西藏流亡藏人的这些领导人经过长期的这个讨论跟考虑以后，是决定的一个政策。这个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和这个北京也就是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接触当初应该是从1979年开始。那我们也知道，这个1978年中国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北京召开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一个会议，那就是11届三中全会。11届三中全会在中国这个近代历史上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这个1978年的年底召开的这个之前76年毛泽东是死世，这个毛泽东亡身，然后这个邓小平对中国的这个状况进行了很大的改变，然后召开这个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定下来。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呢，当时就是出现了这个达赖喇嘛尊者和这个北京的中央政府之间的一个接触，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这个哥哥噶鲁敦者到了北京和邓小平见了面。因为这一次的见面促成了接下来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个藏中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您刚刚提出来的这个接触的开始应该是这样。那之后呢，我记得是1979年第一次的这个流亡藏人的这个应该是参观考察这么一个团体去了藏区，然后接下来在1980年代应该去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然后是1982年应该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一个代表高级的代表团也去了北京，之后去了应该说是考察团的是第4个团，整个这个团体的是应该是第5个团，应该是后来去了一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考察跟这个谈判的这个代表后来也终止了，这个有很多原因跟因素。当时双方都不是非常的了解双方的情况，特别是北京方面呢，觉得达赖喇嘛和这些流亡藏人
流亡到印度，回来以后看到西藏的情势，可能会振奋人心，另一方面呢，可能西藏人这个因为过去他们觉得是在这种过去这个达赖喇嘛跟西藏的这种封建的这种统治之下，被中国共产党解放出来了，那可能就是说代表封建的这些人回到西藏以后，当地的民众可能对他们是非常的愤慨，结果不是这样，和中央和北京这个当局想的是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呢，大家都这个突然觉醒了。突然觉醒以后呢，整个这个当然后来这个福耀邦这个当政以后，对西藏的一些政策确实是做了一些非常实事求是的务实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发布，但是呢，因为福耀邦出了事情，后来这个福耀邦出事情以后整个这个西藏的状况，西藏的一些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比较左的这个方向，所以呢，胡耀邦的这个，如果胡耀邦继续能够在西藏，继续能够在中国当政，然后继续可以实施胡耀邦在西藏的政策的话，我觉得西藏的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时有个31号文件，是胡耀邦主持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座谈会里面呢，内容都是非常正面的，而且这个31号文件呢，它的内容都非常的正面，特别就是胡耀邦当时提到，就是说西藏应该由藏人自己来自治，这个80%的这个汉族干部都要撤回内地，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非常实事求是的一个做法，但是呢，这个政策呢实施不久又被极左的这个路线替代了，所以这个之后呢，就是说双方的这些接触也中断了很长时间。那我们大家比较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在2002年，当时是这个江泽民这个当政的时候呢，最新一次的，也就是真正的一个北京中共中央的代表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谈判吧，开始应该算是在2002年的时候第一次。2002年是这个江泽民这个主政的时候，这个谈判的开始。然后2003年是这个胡锦涛取代这个江泽民作为成为这个中共的书记，但是呢，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谈判延续下来，就是继续一直到2010年，这个谈判是比较漫长的时间，也是延续不断的，可以说是这个北京的中共中央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之间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谈判，是这个阶段也谈了不少的事情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从2002年到2010年的这个，我们这边讲的就是9轮谈判，那中间还有一个私下的会面，那这个这么多次的一个谈判，他谈到了很多内容，其实也谈到了很多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这种谈判是比较漫长的，所以当时我觉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些谈判呢，基本上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接触，一种双方的一种认识和沟通，但是接下来第4次、第5次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代表方面呢，一些提出了为了改善双方的这个关系希望安排达赖喇嘛尊者到五台山朝圣和礼佛
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当时中共中央这个代表呢，经过这个向中央的回报以后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回应没有完全没有正面的回应。包括当时呢，双方谈的内容，我觉得就是说，透过很多资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达赖喇嘛尊者这边特别谈到了一些达赖喇嘛跟西藏流亡组织这边的一些想法，特别是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构想，跟这个一个要求。那北京那边呢，主要一直在讲中央对西藏的一些建设跟发展投资了多少钱对西藏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宗教文化民族这些的保护的等等等等，讲了很多。但是到了一定的时代，大概应该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关于西藏民族获得名副其实的这个自治的一个建议书是我们这边提出来了。当时是因为中共的代表，也就是统战部的官员，就是说你们提出来的完全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到底这个自治的内容是什么？你们不妨提出来，详细的让中央知道。所以呢，当时这个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以及西藏流亡组织这边的这个藏中和谈的这个小组呢，很详细的把我们的一些想法促成文字，也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备忘录也就是这个建议书和建议书的阐释，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希望最在意的就是说西藏的民族的这个继续的这个生存。那中央一直在讲西藏的发展西藏的进步也许外在的物质上建了很多这个楼房建了很多这个公路也修了西藏铁路，这些都是在外在的物质上的发展，的确是有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西藏现在面临的是什么？藏民族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发展跟进步的问题。一个民族的生存，关键的是什么？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民族的这种价值观、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民族的这种特性。那这要保护下来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完全的自治。那这个自治，当时我们也提出来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明文规定的这些条款。其实我们把这些条款实实在在的落实起来，就可以能够保护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西藏民族的这个文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最在意的是这方面。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建议书里面特别的提到了这一点。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西藏民族的统一性，你不管是什么西藏自治区，还有其他的自治州、自治县，这些民族我们现在提到的维藏、安多、康巴，其实都是同一个民族。那我们这个同一民族的统一性，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当时其实就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您刚刚提出来就是说这个9轮的谈判到底谈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当然我们可以说成果呢，如果没有取得完全的实实在在的成果，那我们说完全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完全的成果，就是说我们提出了建议书，能够达成这个建议书的内容，双方协商确定西藏的问题解决，这是最好的最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个没有取得。但是我觉得其实中共中央以及北京当局完全的了解到西藏人没有争取西藏独立，这个不争取西藏独立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而且我们在备忘录里面提出来的保护西藏的这些文化、宗教、语言还有民族特性，当然还包括西藏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对西藏来说非常的重要。我刚刚提到西藏的生存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提到刚刚这些。那还有一个西藏青藏高原的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对西藏的生存当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时提出来这些以后啊，最关键的一点，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断啊，这个中断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就是北京当局啊，他没有面对西藏问题，他想回避这个问题，特别是他忽略了达赖喇嘛的真诚。我跟有一些就中国的这个学者啊，一些学者啊，一些好朋友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中国中央政府忽略了达赖喇嘛的真诚和达赖喇嘛的诚心诚意，因为当时达赖喇嘛是完全是非常真诚的和中央谈判，而且提出了真正的一个自治不分裂西藏的一个自治的方案。但是北京当局当然我们大家都清楚，他说这个备忘录也好啊，这个建议书就是什么半独立变相独立，还说这个中间道路是什么独立的什么前一步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有一些说辞，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不想解决。实际上当时的这些统战部的这些官员呢，可能就是因为他后面有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他是用拖的方式，所以呢我们的真诚没有得到这个北京当局的回应。那我一再的刚刚提到，就是我跟中央中国的一些朋友也讲，达赖喇嘛的这个诚心诚意，达赖喇嘛的真诚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回应，这是中断这个双方的这个协商跟谈判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和这个北京之间，也就是说双方的代表之间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沟通跟协商中断已经不少年了。但是呢，我想你也知道，不管是在达兰萨拉也好，达赖喇嘛尊者到其他国家访问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个中国的学者一些这个商人还有一些这个退休的这个官员也好，当然也有一些体制内的人经常来接触这我们都是不是官方的，也不是正式的是私下的接触。但是我觉得这种私下的沟通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是不管是谁就是只要是华人的这个一些朋友来见达赖喇嘛尊者，那这个当然分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是佛教徒来见尊者，就是说为了见一下他接受他的加持聆听他的这个宗教上的一些教授传授一些这个观点等等除此之外呢，我刚刚提到的其他这些人呢经常来找尊者的时候，我们也乐意安排。那不管是这个任何一个这个阶层的人，我们觉得这种双方的接触沟通，不管是不是官方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想法以及他的态度也是这样，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这个透明的、公开的，所有的这个解决西藏问题的他的一些想法都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不管见到任何一个人，都会乐意的跟他交流、跟他沟通。我们都很清楚达赖喇嘛尊者他是非常的这个赞赏这个民主，所以他在还没有流亡到印度之前呢，应该是在1952年的时候，其实在西藏也成立了一个改革局。那实际上他觉得当时他觉得西藏的这种社会状况都是不民主的，他觉得民主是很重要。所以到了印度以后1960年代开始，他就觉得我们在流亡社会应该要尝试这个民主。所以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对不同的声音是非常的尊重，
所以我记得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啊，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大概是5年前左右啊，当时有这个2个不同的团体来见尊者，也就是西藏的一个要求独立的一个团体，西藏青年会，他们是完全的主张西藏的独立。还有一个是西藏的中间道路的团体，他们的这个主张就是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这2个团体都要觐见达赖喇嘛，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的政治上的主张，不管是什么，达赖喇嘛尊者依然是我们的导师啊，我们的上师。所以当他们一起来讲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很乐意的让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这个见面，然后跟他们讲话。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讲话的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就提到，今天有2个团体，一边是争取西藏独立的团体，一边是争取西藏的这个完全自治的团体。不管怎么样，你们2个团体虽然你们的主张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西藏民族的福祉。所以我觉得很清楚，达赖喇嘛也多次的就是强调，争取西藏独立的人，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但是达赖喇嘛个人觉得，以目前的这个国内国际的情势来看的话，最好就是非常务实的面对西藏问题的话，解决的方式就是中间道路。所以达赖喇嘛尊者就是说尊重任何一个不同主张的这些团体都尊重所以他也没有制止，就是说在这个流亡社会争取西藏独立的这个团体，他也没有去制止他们，因为他觉得这些都是有他的民主社会的一个特色，就是有各种的声音，但是他一再的强调他的主张是中间道路。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刚刚也谈到了，就是非常务实的面对西藏问题。所以达赖喇嘛提出来的这个中间道路，它并不是像中共讲的那样，就是说是半独立或者是变相独立，更不是独立的前一步。所以达赖喇嘛尊者觉得，我刚刚其实重复了很多次，就是觉得西藏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那如果西藏民族要生存的话，就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我们不争取西藏的分裂，就是不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好的方面。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现有的中共的这种高压的强制性的对西藏的这种政策，所以在抛弃这2个边争取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达赖喇嘛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的一个争取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改变，因为这个道路是达赖喇嘛经过长期的跟很多人讨论，也就是刚刚提到长期的深思熟虑以后所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所以未来我想争取西藏民族的这种完全的自治，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民族特性为主的这个中间道路，应该不会改变。